哈嘍大家好，呢度係航通租的 E 頻道。近日網上流傳一段的士車內攝錄機影片，內容顯示一名女乘客喺的士落車前疑似順手牽羊，偷走司機放喺車頭位置嘅現金。涉事的士司機事後將影片上傳至社交平台，怒斥對方行為卑劣，引起網民廣泛關注。事發於6月1號下晝約6點半，根據影片所見，當時的士啱啱抵達目的地，司機準備幫一名戴手套嘅中年女乘客打印收據。咁啱打印紙喺呢個時候用盡，司機就將部分現金暫時放喺旁邊嘅空位上，並轉身更換紙卷。當司機忙緊處理打印機同整理車費嘅時候，女乘客被影低疑似乘機伸手攞走其中一張50蚊紙幣，迅速收入手袋。其後佢若無其事咁收埋找續金額，再鬆容落車離開現場。司機其後喺社交平台發文，稱自己一時大意換打印紙，唔記得收起啲錢俾呢個阿嬸偷咗。更強調生意已經少，仲俾佢偷，情緒明顯憤怒。佢補充自己事後仍然照常找返20蚊俾嗰名乘客，但佢就偷埋嗰50蚊急急放入手袋，形容對方出手快到令人側目。司機亦坦言，雖然有車內錄影，但並未安裝正面鏡頭，未能清晰拍低涉事乘客樣貌，難以進一步追究。最後佢無奈表示，幾十蚊當俾佢執藥，自嘲大意之餘都感嘆無奈。事件曝光後引起唔少市民議論，部分網民認為女乘客行徑可恥。政府早前建議修例，要求全港的士喺車廂內安裝攝錄系統，包括車廂攝錄機，既保障乘客亦保障司機。亦有人提醒司機要更加小心財物處理，以免再有損失。鍾意呢條片嘅，希望大家可以點讚、分享我哋嘅影片同訂閱我哋嘅頻道。如果想知道更多我哋嘅服務，可以掃影片上嘅二維碼，或者用下方資訊欄嘅連結聯絡我哋查詢。多謝大家收睇，呢度係航通租的 E 頻道，我哋下星期再見。